今朝今市咧開局清淡喎，可能大幅震盪得耐啦，啲莊都覺得辛苦啦，要休息下先。估計咧今朝會先窄幅橫行一段時間啊，但唔好以為咧咁樣就好安全喎。到今晚美國公布數據嘅前後咧，可能又嚟過料噶啦。今日美國公布嘅數據咧，將會成為影響金價走勢嘅關鍵啊。如果各項數據好過預期咧，美匯有機會彈一彈，對金價咧將會構成壓力噶。差過預期就唔使講嘢啦，高位再見啦。今日嘅操作策略啊，多單建倉位入市啊，3282325咧入場做多，止蝕咧就放喺3270，目標止賺咧3325。3280咧係日內低位支撐嘅預期位啊，亦係早段嘅回踩區。如果守得穩咧，就有望靠數據炒上噶啦。至於空單建倉位啊，入市咧就建議喺3350、3355做空，止蝕咧就放喺3380，目標止賺咧就3310、3305。3385咧係上星期下跌嘅反彈高點啊，3350咧亦係短期壓力區。如果數據不利金價咧，就有機會調翻轉頭向下衝一段噶啦。正所謂啊，綠帽就唔怕戴，最緊要除得快。中邊咧就食咗先，錯邊咧就即刻斬，唔好同佢講感情啦。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